碰5萬。咁生張都打，食你啦！喂，有冇搞錯啊？唉，再嚟啊，再嚟啊！哇，明哥仔，今日打啤你又輸，今日打牌你又輸足4圈，我驚你再咁打落去，所有分都冇晒喎！唉，換人啦，換人。嗱，夠腳嚟多鋪，一鋪過咁先。唉，下次啦，下次啦。點解我可以成為賭神？賭神？我就睇你咩料。因為只有我先至學識咗乜嘢先係真正嘅博彩。唔係贏就輸㗎啦，邊個唔知啫？咁講起我係點樣成為賭神，就要由我細個開始講起。我由細到大都十分沉迷機率遊戲，無論抽卡、盲盒定夾公仔，抑或打牌定鋤 D，甚至係賭波同彩票，樣樣我都中意。亦都喺遊玩嘅過程，慢慢咁樣發現咗我嘅天賦。哇！我由細到大都玩呢啲㗎啦，唔通我又叫賭神咩？咁你咪想講，咁係人都叫賭神啦。哦，不過我同你一樣唔同，我除咗中意玩，我仲中意贏。為咗贏，我仲可以，我唔止係玩呢啲遊戲，我仲想征服佢哋。每次我輸完之後，都會諗辦法去了解遊戲嘅規則、玩法同風險，直到有一日，我發現咗博彩本質嘅秘密。賭神啊，不如試下講重點咯。咁講到我係點樣成為賭神，就要由我25歲嗰年開始講起。嗰年我感覺到我已經清楚了解乜嘢係博彩，於是我就決定去挑戰賭場。但係最後都係輸咗。OK， 關鍵嚟啦！喺我輸咗之後，我不停咁樣研究到底點解會輸，但係一直都揾唔到答案。直至有一日，我遇到一位高人，佢贈咗我8個錦囊。有你做攞出嚟啦，搞事做嗰啲攞出嚟。喂，老細，喂，我未睇完喎。負責任博彩認知行為。嗱，細路，其實博彩秘笈即係8個負責任博彩認知行為。你細心啲留意下，其實賭神喺佢成長過程嘅時候，已經慢慢將負責任博彩認知行為實踐咗啦。就好似第一條，認清博彩。喺賭神細個玩遊戲嘅時候，佢嘅求知精神已經令佢不知不覺之間咁了解咗每一種遊戲嘅玩法、機率同埋風險。已經係第一鋪嘅1240倍，博唔過？係喎，喂，咁唔怪之得我成日輸啦。咁係咪即係我認清咗博彩，我就會贏先？本秘笈有成8招，你睇得1招啫喎，不如睇埋佢先。哇！你邊度嚟塊白板啊？你冇理啦。嗱，至於數都幫你計埋啦。呢條公式就話俾你知，當你參與博彩嘅次數越多，你輸嘅機率亦都越大。仲有每一局嘅結果並沒有關聯性，所以當你捉路嘅時候，並不會幫你增加勝率。哦，明晒啦，高人。喂，咁啊，不如你話晒成本俾我聽啊！你睇下，主動求助啊嘛。你條友啊！嗱，剩低嗰啲咧，賭神慢慢教。哦。冇錯，咪就係我咯。除咗頭先提到嘅認清博彩、無路可捉、長賭必輸，又或者主動求助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去玩嘅時候，幫自己設立一個時限同埋金額。仲有啊，千祈唔好飲完酒去玩，好容易影響你嘅理性判斷㗎。最重要嘅係賭不借錢，幫你諗埋㗎啦。
我哋去玩嘅時候唔好帶信用卡又或者提款卡，咁咪得咯。記住，博彩係娛樂，有贏有輸。我哋要學識點樣去負責任娛樂，量力而為，享受遊玩嘅過程先最重要。賭神講得啱，與其嘥晒啲錢啊同時間喺博彩上面，不如早啲翻去同我媽食飯。